之前这段是咱做伙来读歌词，该读熟，安尼咱到时斗起来，就较自然会当唱出来。好，咱着挂声咧你，伫这快乐的日子，着用什么元素来表达欢喜？咱感谢自己，力量显著大分，着用什么我表达好意尊？第二再过来读，为过去感恩。有异常的指引，在一天万法来实现美好，为现在感恩，为学习，为进步，为宣告主义，化地和水平道第三站，为明日感恩，基督人修为道，无论。多岁咱应允，因为拢袂落空，自然人多数，咱必听头无有三十。这样讲就是在骗不好意思，帮我弄第4节出来，我按。讲第4节。什么的一个美国的女诗人哈，据说这个她是一个会就是作曲者，她很会作曲，好，所以这首歌是她做的。可她平常不是一个写词的人，她不像一般的圣诗都是说有一个词，然后我们来填作曲或者是曲，然后填词。她呢这一整首歌都是为了在美国有一个教会庆祝25周年的。社教25周年的纪念，好，然后这个教会要社教25周年，然后就找了这个作曲家，好，这个一个他是专门做音乐的这个老师，好，请他来为这个教会做一首诗，然后他也就做一首诗填词，所以才会说红很这首歌表达欧陆主轴，所以这个作诗作曲的人，他其实这整首歌。就是在想象这个感觉，就是这个教会，他们觉得我们设立了25周年，其实在我们看，我们150周年了，所以我们更厉害。那但是他们25周年的时候，非常的感恩，好，所以他觉得我能够有什么，我就是把我的礼物都带来，所以这首才会叫做多少香蜜丢我又按。抱歉，我现在找到有多下呢？就是我有这么大的感恩啊，我要带什么来感恩呢？好，就是这个概念。然后说我们来试着看看，因为我要接起来，因为歌词跟这个又难念哈，歌词有点难念，所以我们就是来唱唱看。来，有多下呢？我们开始。
来表达。我到底要献什么歌才能够表达这个欧肉敬尊？所以这是一个算前言啊。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前言，好，所以到第二首才是重点来了。好，第二节才是重点。来，对，你再开始。为着过去感恩，哦，因为有人在做；为着现在感恩，为着学习，为着敬奉，更为着宣告使命，化祈祷做行动。所以这有点像是我们也是150周年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哦，我们也是15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要为这些来感恩。好啊，第三代。社教哦，纪念，为了这个教会，所以才说重要的日子来感恩。好，然后我们第一首，我们再来唱这个《虾门丢亚克力的桃204》，这首我们就比较熟悉。虾门，其实我们就会想说，虾门又不是人，够桃哦，啊，可是我们来人化哦，虾门你丢亚克力的桃，为什么？我们等一下要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因公的王灵高，所以因公王这个重点就是历史上都会纪念这个时候，所以连城门你荣爱就欢喜，就英雄很荣幸，连你是城门的话，你都要两个月跑，啊，更何况我们人了，好，啊来，这回来。
下来求啊，中间有一段会那个的低音，等一下啊，我们不是不要唱，低音的部分是低音的部分。男生这是男生表现的机会，所以请男生大声的唱。可是女生呢，其实你也可以唱低音，就是唱这样子才不会觉得没有参与感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样唱，然后可是，在大声的时候呢，就高起来就可以，因为这是一个问题。先问说那个是谁啊？严哥喜下郎没来啊？然后才一起来回答，这样才有虾门一起欧露的这个感觉。我们把自己想象，我们也是虾门亚克兰的头来迎接那个耶稣的到来。好，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再把后面这首再唱一次，就是以免忘记刚刚那个不熟的《大虾雷米》，再唱一次，我们再来开始。来，再不要忘记，前奏，唱一节就好。后面就继续唱下去。今嘛准备先来开始咱的礼拜。今仔日是月顶奉献主日，请准备。请安静，当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
独独担伫遮个世代的路尾，伊一摆出现，现本身做者来拄去做。佮照所注定的，人有一摆死，以后有审判。安尼，基督已经一摆拄着现，来担当侪侪人的罪过。要第二摆对毋望伊的人出现来救因，迄时出现甲罪无干涉。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204首，圣诗204首。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食息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前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加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国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启应文31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恁早早起来，暗暗才困。上主所疼的人，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。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，种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。
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。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恁。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。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甲慈悲，亲像诗人所吟，我的心呐，你爱称颂上主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。你保守阮平安，经过风台也无惊吓。阮感谢你逐日的保守、供应甲恩典，感谢你伫阮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甲阮同在。你所赐的平安甲喜乐。互阮伫任何的境遇中，拢会使倚靠你。阮感谢你，伫你所赏赐的安息日，感谢你的引带，阮拢一做同心来敬拜你。阮的会友，无论伫啥物角落礼拜，求主上帝将敬拜的感动，互每一个到你面前礼拜的人，拢得到充满。阮学了你无煞，学了你的性格甲伟大。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你是至大，应该受学乐。你的伟大无通测度。你创造天地万物，掌管万有。阮伫你的面前屈膝敬拜，因为你的作为奇妙，超乎阮的思想甲理解。你无穷无尽的仁爱。提派主耶稣基督来赎回阮世间人，互阮有仰望，阮常常笑念你的大恩。阮确实你的引带，阮学了你无煞，感谢你的救恩，互信仰成做阮生活的准则。伫人的世界有无共款的价值观，学习你学你的款式。听厝边亲像家己，好世人亲像好世主一样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的软弱甲不义。阮祈求你为着阮做清洁的心，互阮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，毋通赶阮，互阮离开你的面，毋通对阮收回你圣的心。求你赦免阮一切的过犯，清洁阮内心的污秽，互阮伫你的面前清气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疼继续带领阮，互阮凡事借着祈祷、祈求甲感谢，将阮心内的祈求向你讲出。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伫基督耶稣内底保守阮的心怀意念。阮恳求你的智慧甲引带。互阮伫逐个每一个选择中，拢行伫你神的旨意。愿你的平安亲像江河，伫阮的生命中满出来，互阮会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愿你的福音透过礼拜的加强，你就将你的眼光放伫阮的心内，成做阮实现伫阮生活的价值观甲见证。阮感谢你的带领，引带阮伫礼拜中甲你相拄，结连伫你。阮深深拜了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吟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12章38节到44节。耶稣教示的时，佫讲，着提防遐个经学士，因爱穿长衫，四过行，爱伫家饲里，互人请安。会堂内坐官位，宴桌内坐大位。因晓吞掌管人的家伙，假意长长祈祷，因要受罪佫较重。耶稣坐伫库房的对面，众人摕银钱献落库房，有侪侪妇人用侪侪钱献落去。有一个送香的酒馆人来，献2个半厘的，就是1厘。耶稣就叫伊的学生来，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即个送香的酒馆人所献的，比净献落库房的有较侪。因为遐个众人是对因有剩的来献，若是即个负责人是对伫伊的无够，一尽献伊所有的，就是伊所挖靠来挖的。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寡妇的奉献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若照经课表的安排，来到一段我以前绝对袂讲的经文。为虾米？因为若讲到金钱的奉献，绝对会触到真侪人的神经，是要叫阮奉献咯。另外，我嘛假设，坐伫台仔骹下面的每一个人，一定拢知影基督徒的必要是甚物，就是敬神听人。逐工读圣经，常常祈祷，温困自会，乐意奉献，领人归主，服务社会，维护生态。因为这10几年以来，若洗礼的兄弟姊妹拢上过我洗礼课程，拢一定知影这8点。搁较免讲，咱中间有真侪信仰的前辈，做基督徒真久，也一定搁较明白奉献的意义。所以，既然咱拢知影，但是有的人会奉献，有的人选择无要奉献。这就是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，绝对毋是一篇的讲道会当改变的代志。另外，我过去嘛伫倒壁这段经文，嘛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无论是对这篇经文所出的讲道，也是咱家己伫灵修思想这篇的经文，拢真容易千篇一律调换一个方向，就是这个送香的寡妇尽心尽力，伊将唯一的拢摕出来奉献。然后，咱会去对照迄个财主，虽然伊奉献真济，但是伊是摕伊有剩的才来奉献。所以，伫咱的想象的内面，这个财主就是真丰神欢喜行入去圣殿来奉献，将大笔的一笔钱来ฮ็落去圣殿的奉献香。但是寡妇咧，就是消瘦落肉，穿甲破糊糊，头压咧咧。真歹势，将2个银角仔投入去这个箱仔内面。所以，当咱的脑海出现安尼的画面，自然就会将这2个人做出好甲歹的比较。最后，讲完拢会做一个结论，就是当咱将咱所有的拢奉献出来，上帝就会欢喜，并且上帝会大大赐福。但是，若安尼来理解这段经文，就是讲，你奉献，然后上帝会赐福互你，安尼敢毋是甲其他的宗教迄种利益的交换一模一样吗？耶稣敢会做遐尼啊肤浅的假释咧？所以我搁较详细去看马可甲路加21章共一段的经文，发现甲我过去的想法有一寡出入。这2段经文虽然拢有讲起一寡有钱人来圣殿奉献真济钱，但是无讲到这的人的态度是安怎。所以我相信，伫因的中间也一定有人非常的虔诚，将家己的钱摕来奉献给上帝。另外，伫这段经文内面，耶稣嘛无特别去美化寡妇奉献的2个银角仔。也无去考试即个有钱人伊真大真多的奉献。耶稣是根据伊的观察，然后教示这学生。所以伫这段经文内面，耶稣强调的根本毋是金钱。
所以，既然咱袂当用伊来成做奉献金钱的基础，安尼，这段经文是伫强调什么咧？咱若看经课表的安排，寡妇的奉献，毋是独立一段出来互咱看的经文。今仔日经课表的安排是将伊连伫前一段38到40节，就是耶稣谴责遐经学士的后面。所以将这两段经文合做伙来看，会当互读者看到一个背景，就是耶稣在教示伊的学生。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，毋是耶稣在侮辱这个寡妇，也毋是耶稣在怨恨这有钱人，也毋是这经学士，嘛毋是这个寡妇，嘛毋是这有钱人的故事。这段经文是学生的故事。是学生的眼光价值观，搁一届互耶稣改变的故事。第12章咱会当看见，这时的耶稣已经是行入去耶路撒冷城，所以耶稣伫遐嘛做出几啊件惊动耶路撒冷的代志，亲像清气圣殿，互祭司来质询。另外，嘛有一寡无共款立场的人。挑故意来问耶稣一寡真恶的回答的问题，亲像因问耶稣讲纳税和罗马政府敢袂使？嘛有人问耶稣讲人敢会过活？这回答若无细腻，耶稣马上会互罗马人也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掠去。但是咱看见耶稣的回答拢非常有道理，所以反对伊的人也毋敢阁问啥。甚至耶稣的回答，嘛，互哪侪人更较欢喜来听耶稣的教导。所以，伫今仔日的经文是出现伫一个真侪人的场合的内面，但是耶稣毋惊关系，伊继续讲伊应该讲的代志，特别是指出这经学士的毋对，着提防这经学士因爱穿长衫四界行。经学士爱穿的这个长衫，是根据摩西的律法所做出来的长衫。摩西的律法伫民数记有规定讲，你着吩咐以色列人，甲因讲，互因代代伫衫间做手，搁伫下底边的手顶钉一条蓝色的幼带，要甲因做手，互恁看见，通记得上主的命令来行伊，免得恁放纵家己的心意，家己的目睭来行淫行，亲像恁平素所行一样。做一领安尼的长衫，做一条安尼的长带，是要用来提醒家己爱保持敬虔，毋通做得罪上帝的代志。但是咱看见到耶稣的时代较变质啦。咱会当去马太福音23章看见对这经学士的形容，因一切所做拢是要互人看遮做，因为因的配经做较宽，衫间的手做较长。这经学士不但加长因的大的手，佮加上原本只有祭司才会当有的一个配件，就是藏上帝律法的袋啊。因将这个袋啊做甲非常的大，这个大做真长，互人感觉安怎？哇！这个人非常的敬虔，非常的有学问。但是这经学士注重外表，是出自因内心的骄傲，因为因爱人伫街路甲因拍招呼，因去敬拜上帝，也互人请食道的时，拢爱坐伫迄个大位。但是外表佮安怎虚华，较比袂过因真正的罪。经文甲咱讲，因晓吞酒寡人的家伙，假意堂堂祈祷，因要受罪搁较重。无照顾寡妇，这是犯着摩西律法的罪。因为伫旧约真侪经文会当看见，上帝爱以色列人爱照顾因中间的孤儿寡妇，袂当互这人散甲去做乞食。但是这经学士不但无照因家己
假使人的律法去遵行，反倒因吞食这寡妇的财产，这是非常可恶的代志。因一面安尼做，一面搁伫街路大声向上帝祈祷，这真正互人感觉非常的冰薄。其实，毋那是遮的宗教领袖，当时的社会嘛是充满虚假、注重宴乐。罗马人的宴乐是非常的有名，统治犹太人的官员嘛是安尼。所以，伫一个安尼环境的下面，犹太人渐渐受到影响。咱伫耶稣所做的一个譬如，耶稣有讲一个财主甲一个猎杀路的一个故事内面，就会当看见当时社会问题。当时这有钱人敢若顾家己的宴乐，无去照顾送乡的兄弟姊妹，互因伫遐做乞食来求讨，这就是罪。但是当时的社会，互金钱万能，互有钱上好的价值观牵得行。咱看见这学生受到影响，直到因甲耶稣伫圣殿内面观察人奉献的时，会有一寡甲社会价值观完全共款的反应出现。兄弟姊妹，咱袂当否认，基督徒活伫世间。咱当然会受到世界价值观的影响，但是咱要安怎活出甲世界无共款的款式，甲世界无共款的价值观，这是咱一生爱学习的目标。毋过非常可惜的是，非常困难的是，基督徒无亲像一寡的宗教，有一寡宗教强调人爱离开人群。爱家己伫遐修行，咱的信仰毋是安尼，咱的信仰耶稣是爱咱做伙甲人做伙生活。亲像伊伫为学生祈祷的时有讲：我毋是求你，即个你就是上帝。上帝啊，我毋是求你，互遮人出世间，是保守因脱离歹的。但是16节佫讲，因无属世间。亲像我无属世间共款，真奇怪。耶稣爱咱在世，较无属世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大神，这毋是爱咱灵魂抽离，亲像丧尸一般的过生活。在世是咱爱意识到咱家己所处的所在。伫咱生活的环境内面，咱是甲无共款信仰、无共款道德标准，甚至甲基督价值观是对敌的人做伙生活。无属世是咱爱知影，咱的思想、咱的行为是甚物款的动力在塑造咱。当基督徒知影，咱的源头是上帝。咱若知影对耶稣来的教师，对圣神来的安慰扶持，在塑造、在帮助咱就会当肯定。虽然我伫即个世间生活，但是塑造我的是我所信的上帝，毋是其他的神明。我所讲的神明，包括有形甲无形的神明。无形的神明是啥？金钱、地位。对物质过头的追求，当咱深信塑造我、养成我的，毋是属伫即个世界的价值观，毋是属伫即个世界的意识形态，咱咧做代志、咧判断的时，就会当活出甲其他的人无共款的款式。但是要安怎养成呢？就是咱爱注意咱灵性生活。你灵性的养成，若敢若是我靠做礼拜1点钟，你绝对无可能去应付其他167点钟的生活。所以咱爱用时间去读圣经，去明白耶稣的教示。当咱将家己哪侪时间浸伫圣经、浸伫敬拜内面，咱就有哪侪气力去面对即个俗世的生活。亲像保罗教导咱，
无得甲即世间相款，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全的旨意。毋过，将家己饲好好嘛无够，因为耶稣佫讲，恁是世间的光，城起伫山顶，微微温目，无人点灯，下伫斗下，就是下伫灯台顶，就骗着厝内的人。安尼，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，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，来归阳光，互恁伫天里的爸。耶稣爱咱是啥？发光。意思就是爱咱用时间去甲迄个无明白上帝会听的人斗阵，并且互因看出咱互耶稣改变的生命。但是为什么伫这个时代，基督的信仰会伫这个时代渐渐失去迄个影响力的？因为太侪基督徒是活伫世界，但是嘛属伫世界。所以基督徒无法度比别人会当有迄个独立的判断，无法度做出勇敢的决定。自然，咱嘛无法度互其他的人看出咱属伫基督迄种真特别的身份。这个学生嘛是安尼。接续的经文是耶稣坐伫库房的对面，在观察人安怎奉献。但是耶稣毋是一个人坐伫遐，伊的学生嘛伫遐。但是你会讲，为什么耶稣遐尔无聊，坐伫遐来观察人的奉献呢？犹太人奉献的箱仔是放伫圣殿的富人人院，因的圣殿有几啊层，上外层是外邦人院，外邦人会当入去，搁入去是富人人院，是富人人，但是犹太人的查甫人嘛会当入去。伫即个富人人院有放13个箱仔，这箱仔可能代表以色列支派甲祭司，嘛有可能是用来收集无共款用途的奉献，亲像咱的教会现在有建堂奉献、艺堂奉献，也是对外奉献共款，无共款的箱仔。这个箱仔的制作拢非常的精美，投钱的所在是管。这个箱仔内面的管是弯翘的，所以当人将钱投入去，因当时无纸钞，无亲像咱一张一张的钞票，拢是银角仔。所以当人将银角仔投入去，这个钱弄到这个管无共款的所在，就发出含义的声音。所以有的人会伫遐听人的奉献。当因感觉这个声音特别好听的时，甚至嘛会拍扑啊，赞叹讲：安尼的声音，好亲像是天顶的天使遐尔水的声音。所以当时有钱人为着要互观众欢喜，特别选人聚集较侪时间，叫罗卜抱一箱真侪的银角仔来奉献。所以奉献的人有钱也是无钱，根本毋免看，用听就知影。所以耶稣当然嘛知影即件代志嘛。耶稣嘛非常厌恶人伫圣殿假善假达，亲像伊勇敢去车到圣殿内面做买卖的这个人会打。耶稣嘛挑过伊。带学生来库房，要来挑战人奉献的心态。所以，这学生甲耶稣行入去这个富人人院，坐伫这个奉献箱仔对面的时，因一定认为阮的老师甲一般的人共款，是来听音乐的。所以，因非常放心，伫老师的边仔讲东讲西。你看迄个人，伊不断翕钱，翕了，佫摕出来，翕了，佫摕出来呢。无啦，你看迄个遮厉害，你听看觅，伊翕到钱的音乐，咱隔遐尼远，咱犹原听甲非常的清楚。然后因注意到一个富人人，哎呀，你看头前迄个女的，看起来是一个寡妇，你敢有听到伊投入去什么物件？
什么啥若无？可能是一两个小钱吧。哎呀，连算拢嫌麻烦。为什么学生会知影伊是寡妇咧？因为当时的寡妇有特别的服装，所以当因去捡人剩落来的未遂的时，才袂互人拒绝，袂互人欺负。所以耶稣听见伊的学生伫遐讲堂底，就甲因叫过来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即个送香的酒歌人所ฮ็的，比种ฮ็落靠房的较侪，因为遮的种人是对因有剩的来ฮ็。若是即个妇人人是对伊会无够来一尽ฮ็伊所有的，就是伊所挖靠来挖的。咱看见伫真侪场合，耶稣拢会直接教示伊的学生，亲像耶稣听见伊的学生主动人带囡仔来到伊面前的时，非常的生气，讲：容阮细囝就群我，无得敬伊，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。伫罗里，当雅各甲约翰伫遐争讲要坐耶稣的倒边甲正边的时，耶稣嘛直接甲因讲：独独伫恁的中间，毋是安尼，恁中间爱最大的，要做恁的妻用。这教导拢伫突破学生的认知的界线，爱因毋通互外表因所看见的这物件，亲像地位。亲像关系所限制，就爱将眼光放伫上帝国福音所带来的公义、信心甲勇气。所以，这段经文绝对毋是一段过去咱理解迄种奉献的教示。这段经文是学生的性命，搁一摆互耶稣改变塑造的故事。伫看人奉献的进程，耶稣有提醒学生去看人生的实况，亲像看这经学书，因敢若有宗教的外表，较无信仰的内涵。这经学书喙真敖讲，实际较做袂到因家己所教示的。咱伫耶稣这笔经学书的内面的话的内面，会当看见。这经学书无好好按照律法来照顾这寡妇，反倒吞食因的财产。所以今仔日来到圣殿奉献这两个小钱的寡妇，伊的丈夫所留予伊的财产，敢有可能就是互这经学书食去咧？所以散甲敢若剩两个小钱会当奉献。耶稣爱学生去看见真正的问题。就亲像顶一段经文，迄个互耶稣医好目睭的痴迷的迄个巴底麦，伊的送香、伊做乞食，拢是表面的问题。伊真正需要互耶稣解决的是啥？伊的目睭需要互医治。巴底麦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伊拼命要爱耶稣注意伊、医治伊。但是反倒看这学生，因看会清楚无？因的心盲，所以需要耶稣一摆搁一摆的提醒。兄弟姊妹，咱嘛亲像这学生，需要耶稣不断的提醒，因为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断要将咱拖走，互咱离开上帝哪来哪远。虽然咱所处的这个时代，无论是科技，无论是物质，拢达到上高峰。但是，这个时代嘛带来上严重的伤害，侪人有忧郁症，侪人毋知影伊人生的意义，侪人找无真正的快乐，会当去填满伊内心的空虚。所以，伫耶稣这段教导内面，伫耶稣的眼中，寡妇就是这学生的提醒，嘛是咱的提醒。照着伊所投入去迄两个小钱。表示伊将一点点唯一的愿望，拢放伫上帝顶面。其他人的奉献是替因有剩的来奉献，因为因要有其他会当挖靠的物件。但是这个寡妇，一个送香的寡妇，伊无任何的物件会当挖靠，伊只有全然信靠上帝，相信上帝会供应伊。寡妇奉献的可贵不在伫少，财主的奉献问题嘛不在伫多。今仔日这段经文所凸显的是
奉献背后的意义，就是咱将咱的安全感放伫倒位。咱对上帝的瓦靠，敢真正亲像咱家己所想的、所讲的遐尔啊多咧？虽然只有2个小钱，但是寡妇全部投入去，因为伊无将伊的安全感放伫金钱，伊知影上帝会降临伊的需要。所以马可福音这段经文，毋是呼吁咱爱奉献，是呼吁咱来学习这个寡妇，看清楚这个世界，看清楚家己所倚靠是啥物。真侪人无想要做金钱的奉献。就是咱将安全感放毋对所在，就亲像圣经的教师讲，你的财宝伫遐，你的心也伫遐。当咱将安全感放伫钱的顶面，咱的心就无空间互上帝掂啊。嘛，亲像耶稣对一个伊非常欣赏的少年人讲：你若爱做完全，就去卖你所有的，来互送向人，就财宝伫天里，搁来缀我。但是迄个人注重金钱，过头伫注重耶稣的呼召，所以伊忧愁离开。搁一概强调，奉献毋是金钱多也是少的问题，是关系咱的安全感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做基督徒真久，要无法度对上帝遐得到安全感，对到你也去敲找其他安全感的时，咱可能爱好好来思考我家己的信仰，我家己甲上帝关系到底是毋是出问题啊？最后，我要用一个青年的见证来做今仔日的结论。这个青年就是廖俊松牧师的查某囝廖静瑜。伊即时伫其他的教会聚会，所以我嘛听顺过伊的同意，我用伊的口气来读伊的见证。以前我是一个对金钱真无安全感的人，只要我的户头的数字减一点仔，我就开始真烦恼，开始想要计较。譬如讲，我去食较贵的物件时，我会家己责备家己，冷气开几分钟，我拢爱算。我感觉家己安怎欠拢无够啊，搁较免讲是11的奉献。后来教会内面的小组做伙读《蒙福人生》这本册，牧师也在讲奉献的信息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上帝已经先将耶稣奉献给咱，但是咱是毋是愿意将上帝放伫上头前，将第一好的奉献给上帝呢？伫遮备注一下，伊去的教会讲的毋是亲像咱讲的业定奉献，因是非常强调11奉献的教会。互接续我阁来讲正语的见证，所以我有感动，决定要开始实行11奉献，想要将上帝放伫生命第一要紧的所在。伫第一摆要将钱放伫奉献地时，我的内心非常的高涨。当时我大学毕业，拄啊出社会，薪水每一个月是27000块。安尼我是要奉献2700块，也是干脆较大方的，互上帝3000块咧。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每届奉献毋是50块，就是100块，这是父母互我的钱，毋是我家己的。所以奉献2700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如果是奉献3000块，搁坐300块，这300块会当做真济代志呢。所以我就安尼一直丢到奉献袋仔传到我面前的迄个时刻，干脆我目睭刻刻就将3000块奉献出去。伫迄天嘛有其他教会牧师来募款，我嘛有感动，嘛奉献200块，所以我拢总奉献3200块，比我原本所想的2700块加500块。伊遮嘛备注又讲，请大家记好即个数字哦，500块。当我奉献了后，我规个放松，我总算完成第一届11奉献。原本我嘛期待，当我奉献煞，天顶有声音会对我讲，这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但是实际上，啥物拢无发生。到后个月，当我要第二届11奉献的时，一看我的户头，薪水竟然变成32000块。
阿爸爸互我加薪水5000块，对我即个拄啊入公司半年的菜鸟仔来讲，加薪5000块实在是神业。过年，阮的教会要收建堂奉献，我就祈祷问天父，望我奉献偌济钱。后来我有感动，决定要奉献4000块。这对我来讲，阁是奉献经验的新的挑战，是会互我感觉心痛的经验。因为11奉献已经奉献3000块，这时阁爱加奉献4000块，但是我决定顺服圣神的感动。大家要看卖后来发生什么代志？无毋对，后个月薪水单仔一来，我阁加薪水4000块。阿爸爸是毋是太酷了？自从第一届11奉献了后，我对天父有搁较侪认捌。我发现生活并无因为11奉献来减少，反倒时常有美好的稳定。搁较重要的是，借着奉献的操练，互我的信心大大成长。我对金钱会无安全感，哪来哪少，因为天父的祝福会供应我一切需要。这互我开始会当享受伫阿爸爸的创造，搁较会当欣赏生命的风景，毋那干那聚焦伫钱无够的烦恼的中间。我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互我的，所以这物件袂当大过上帝。透过奉献，我学习将上帝放伫生命第一位，放伫比钱搁较重要的位置。我嘛将搁较体会做天父的查某囝有偌好。以上是正余的见证。当一个人将伊的安全感对金钱改换放伫上帝遐时，咱看见伊的生命有偌大的改变。伊搁较侪去感受到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赏赐。兄弟姊妹，这段经文也是我今仔日的讲道正余的见证，拢毋是叫你爱奉献，嘛毋是讲你爱奉献偌济才算奉献。搁一概强调，奉献是你甲上帝的关系。但是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要来挑战的是比奉献金钱搁较深入的问题。就是你的安全感是放伫倒位？咱是毋是真正倚靠上帝？倚靠到亲像咱咧吟的诗歌，倚靠到亲像咱咧做的祈祷咧，也是咱不断地欺骗上帝，也不断地欺骗家己。望咱搁较深入来挖出生命内面迄个上需要互耶稣医治的所在。天开伫耶稣的面前，呼求主讲：主啊，可怜我，我要爱你的医治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恳求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搁一摆，互阮看见阮生命中间上深沉的问题，就是迄个安全感的问题。这个世界，这个世间的价值观，不断地挑战阮，不断地吸引阮。阮爱有钱。阮爱有真好的生活，阮爱有真丰盛的物质。总是主，这敢是你真正爱阮伫世间追求的吗？你敢毋是讲过，当阮大声求你的国、你的义的时，阮所需要物件，你就要赏赐互阮吗？主啊，阮定定互即个世界价值观牵得行，直到阮袂记得你的教示。恳求你今仔日透过即个寡妇的奉献，搁一摆，互阮看见阮家己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读2遍。因为遐个证人是对因有剩的来翕，若是即个负人人是对伫伊的无够。来已经翕伊所有的，就是伊所挖靠来挖的。马可福音22章44节。因为遐个证人是对因有剩的来翕，若是即个负人人是对伫伊的无够，来已经翕伊所有的，就是伊所挖靠来挖的。马可福音12章44节。三甲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375首，圣诗375首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奉献启公务长老、高祖安长老、王世伟长老、廖桂干执事、吴慧芳执事、王恩信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：第一点，教会大定圣诞歌要订的兄弟，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到今仔日截止。第二点，小会定11月24日上午9点半举行感恩节联合礼拜，要举行圣礼甲圣餐，洗礼甲圣餐，请兄弟准备心。奉献的部分若有重大，请向中职行政、周间聚会甲后周圣角负责任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来欢迎今仔日咱来到咱中间的潘以轩弟兄，欢迎你。好，欢迎你常常来到我们的教会。好，咱来看咱的消息，中间有一个具体的消息，就是白素娇牧师妈，伊伫10月25号蒙主恩调，伊的家族已经完成所有的丧葬的事项，所以咱嘛为着润平牧师、美琴牧师娘因全家来祈祷。这是咱来祈祷，咱为着世界、为着台湾、为着各地宣教士祈祷。为着咱建堂的事工，咱其他社区、教育、敬拜、关怀事工来祈祷；为着怀孕的姊妹周少玉祈祷；为着身躯欠满的幼春节，幼春节拄啊做好第1届化疗，伊只是伫厝里休困，所以伊的人真无爽快，咱为伊祈祷。为着方美姐、区玉姐、丁友香、林水长老、赵荣香、明珠姐、白长老娘、阿卡姐、
赵明兄、俊成兄、张老师、公期姐、陈其宏长老、仪礼、素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，咱开喙为着这个事，为着这个集体来祈祷。主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，为着阮的事工来祈祷。主要讲叫你保守这兄弟姊妹，互因伫你的看顾，伫白天中间做特别的软弱，讲叫主你就请所因开来。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主讲叫你保守阮教会所做的事工，阮所做的一切互你欢喜。阮也袂为着世界台湾祷阮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会当坐伫遮敬拜服侍你，完全是因为你的拣选，你宝血的赦免来撤销阮的罪过，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敬拜。主，恳求你保守帮助你真囝儿的奉献，当阮奉献阮家己到你面前的时，恳求你搁一摆来开阔阮的眼光，开阔阮的性命，帮助阮看搁较济，看见上帝国内面迄个真正有价值的。主，恳求你扶持你的正囝儿，特别伫病痛中间的这兄弟姊妹。主，恳求你赏赐因气力，扶持因，互因信心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怀孕的姊妹，也是厝内有细囝的这个家庭来祈祷。恳求你保守这个家庭，这个亲人，互因在照顾囡仔的时，这个父母也有勇壮的身躯，有智慧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。毋若是建堂的事工，阮要做事工在进行。阮拜六暗时开放阮的教会，互社区的人、伫遮过路的人会当入来。主，阮也恳求你使用帮助，互阮透过安尼的事工接触搁较侪人。也是阮伫校园、伫公园，也是接触无共款的年龄层，对囡仔到年长的。主，恳求你保守，透过阮所做的，互因会当认捌你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台湾，也是阮的世界来祈祷。阮看见真侪所在有战争、有气候，真无共款的这个问题出现。主，恳求你保守人民，互伫困苦灾难中间的人会当得到拯救。也恳求你保守这个极权国家，也是战争国家的这个领袖，互因会当看见人民的需要，互因会当行公义、好人民。主，恳求你帮助。阮也为着宣教师来祈祷，真侪宣教师伫外地、伫不共款的所在，伫遐宣扬福音。主，也恳求你保守因的平安，互因所做一切也会当荣光你的性命。阮伫遮为着这宣教师祈祷，恳求你保守看顾因甲因的家庭。阮也为着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，恳求你帮助保守，互阮会当哪来哪合伫你的旨意来行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这是来吟圣诗，圣诗387首，圣诗387首。吟诗后，请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